大家好，这次课呀，我们就来讲解这个视频讲座急速化治愈早泄与持久力秘修持。这个视频讲座的名称又叫做从深度早泄到焦而不泄啊。首先呢，第一讲我们要说清楚两件事儿。第一个呢，是我们录制这个视频讲座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给出早泄的一个定义、一个界定啊，早泄的一个定义和界定啊，就是什么是早泄啊？必须我们要确定了，说我们这个身体的状况啊，患者朋友确定了，确实是早泄，然后才有必要考虑解决方案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录制这个视频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顾名思义，从这个视频讲座的名称上，我们就能够看出录制这个视频讲座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啊？急速化治愈早泄啊，从深度早泄到焦而不泄。所以也很明显，我们录制这个视频讲座的目的和意义，就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快速治愈早泄的方式方法和最优方案啊。甚至大家看完这个视频讲座的时候，自己都能给自己治疗，尽快的治愈。虽然来说这很难，但是无论多难，我们也要做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总的来说呢，早泄是非常难以治愈的男科疾病。别说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对于患者朋友们来说，就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广大医生来说，对于早泄的治疗的体系、理论以及它的实践，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儿啊。但是无论多难，我们都要做。这个呢，就是我们解释了一下我们录制这个视频讲座的目的和意义。再一个呢，我们要说清楚到底什么叫早泄，这是我们第一讲要说清楚的第二个问题啊。只有我们清楚了什么是早泄，然后才有考虑解决它方案的必要，对不对？是这样的啊。那什么是早泄呢？啊，早泄的标准呢，国际上并不统一啊。早泄的标准啊，我们指出早泄的标准国际上并不统一。并不统一。那么有的学者认为，这个男性的阴茎在阴道当中抽插不少于3分钟啊，不少于3分钟就不是早泄了，就正常了，就合格了。而有的研究者认为呢，不少于5分钟是正常的啊。有的研究者认为，还有的学者认为是10分钟啊为一个标准啊。当然，随着最近的研究，最近这个20-30年的研究，有的人呢，我们有的这个医学工作者啊，不以时间为标准界定，而以次数为界定啊。他是这样的一种观点，说阴茎在阴道当中摩擦不少于30下啊，就是说有一种心理上的男性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啊，不少于30下，那么就不算早泄了。那么这些标准呢，都是各个学者不同的说法。那么到底早泄应该怎样来界定呢？啊，那么我是这样来做规定的。在上个世纪有一个性学家啊，一个性学专家，美国的叫金赛博士啊，金赛博士，他在世界范围内啊做了一个统计，说女性达到性高潮的平均时间，女性达到性高潮的平均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是7-8分钟左右啊，7-8分钟左右，这是女性达到性高潮的平均时间。当然，这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平均时间啊。那么，我们就以这个为标准来划定早泄的一种界定啊。我们指出，如果你的时间大于7分钟啊，大于性生活的时间大于7分钟，我们就认为是正常的啊，就不是早泄啊，不是早泄。如果你的时间呢小于7分钟，小于7分钟啊，小于7分钟啊，小于7分钟，大于5分钟，大于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定义为射精过早，把它定义为射精过早，也叫做早泄前驱，早泄前驱，就是说你的身体。这个时候男性的身体已经有早泄的倾向了啊。如果时间是小于5分钟的话啊，小于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定义为早泄了，定义为早泄啊。实际上这个标准呢是金赛博士在世界范围内的统计，包括东西方女性，说女性达到性高潮的平均时间是7-8分钟左右。但是作为东方女性啊，亚洲女性啊，中国女性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时间呢，女性达到性高潮的平均时间往往还要长，一般都是在10分钟左右，甚至10分钟以上。
所以对于男性朋友们来说呀，这个标准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啊。一般说来，性功能正常的男性朋友啊，在稳定以后，性生活的时间都能达到十几分钟，就是一般说来都是能够满足需求的。当然，作为早泄的标准，有一种理论上的说法啊，什么理论上的说法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的性伴侣哪怕你1秒钟就射精了，但是他已经获得了情欲的满足，已经达到了性高潮，那么你也不叫早泄。反之，如果你的持久力非常的强劲，性生活的时间达到了40分钟、1个小时，甚至于2个小时甚至于你能在一段时间内能够自主的控制射精，但是你的性伴侣依然没有获得性高潮，没有达到情欲的满足，那么你依然叫做早泄。很显然，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这种理论上的说法呢，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仅仅是理论上的。所以早泄标准的划定还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对待。怎么对待呢？我刚才说了，各个学者说法不一样各个医学专家他的观点也不一样。那么我们的标准就是这样来划定的，因为早泄的标准国际上不统一。我们以金赛博士所做的女性达到性高潮的平均时间是7-8分钟左右，这是世界范围的统计我们指出大于7分钟你就是正常的，如果你能够超过半个小时那么我们认为你的性能力在持久力上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就像一个人的一个长跑能力一样有的人天生就是长跑健将有的人呢跑几步就气喘吁吁。所以说男性的性爱时间持久力类似于这一点，但是作为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具备一定的长跑能力的，就是说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既不是长跑健将，但是我们也不至于跑几步就气喘吁吁，我们都是有一个平均标准的。所以说呢我们类似于这个比喻，那么我们怎样来划定这个早泄的标准呢？以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达到性高潮的平均时间是7-8分钟左右，我们做如下的标准大于7分钟就是正常的，超过半个小时，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持久力还是比较强的小于7分钟、大于5分钟就是射精过早，早泄的前驱，而小于5分钟呢，我们就定义为早泄这是第一讲，我们把早泄的标准说了一下。同时我们指出早泄的标准呢和年龄也是有关的。我们上述的这个标准呢，对于男性的年龄也是有要求的，一般说来是适用于20到35岁的男性如果一个男人的年龄过大，男性的年龄过大，那么这个标准显然是降低的。这一点呢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像一辆车一样，你新车的性能和我开了几年10年的车的性能是不能以同一个标准对待的。人也一样男性也一样，因为每个人都要面临衰老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那么你老年男性和青年男性相比，那么由于老年男性他身体衰老，那么各个器官都衰老，包括性功能，包括性器官也在衰老，所以对待的标准也会降低。所以我们指出，对于年轻男性来讲，20到35岁的男性来讲呢，是这个标准那么如果小于20岁呢那么就是这个小于20岁这个年龄段还是比较年轻的大致属于青春期的发育还没有完成，我们呢不提倡这样的男性进行性生活包括要不提倡也就是说包括不能主张受淫，是这样的这是早泄的标准。同时呢，我们指出男科疾病往往不是孤立的往往是早泄阳痿、性欲低下、前列腺炎都会伴随着同时出现一种或者几种，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所以我们顺便也说一下阳痿和前列腺炎的标准那么阳痿是勃起功能障碍的一种，同时呢还有阳亢，阳亢就是性欲亢进，勃起功能异常强劲，或者无性欲状态下勃起。那么阳亢的情况比较少见不特殊比较少见具有特殊性不是不特殊，所以我们遇到的时候再进行阐述。我们主要说一下阳痿。什么是阳痿呢阳痿就是你有性欲不能勃起，或者是勃起的状态比较差硬度
差很多啊，力度也不足，差很多，这叫阳痿。而性欲低下，严格上来讲还不同于阳痿啊，性欲低下还不同于阳痿，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性欲低下指的是你没有性欲，或者性欲比较少，性欲淡漠，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呢就不会伴有性欲状态下的勃起，是这样的。至于说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些生殖系感染啊，那么我们遇到的时候再进一步来讲解和阐述，因为前列腺炎等生殖系感染，它的理论和治疗又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比较复杂的一个体系，我们遇到的时候再进行阐述。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讲的内容啊，第一讲的内容。这次课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啊，下次课我们接着说。